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接见参加探索沉思式实践影响研讨会的各国与会者；司政边巴次仁出席西藏儿童村学校举办的藏戏表演竞赛；东京藏人在萨哈达瓦月15日举行祈祷法会；驻澳洲华人联络官在悉尼参加6·4 35周年纪念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5月24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会见了200多名参加探索沉思式实践影响研讨会的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埃默里西藏科学计划的学生、教师和员工，以及参加社会、情感和道德学习计划的西藏学生、观察员和与会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从我们对佛教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获得大量有关心理学、心灵和情感运作方面的信息。当人们谈论宗教时，通常是指信仰，而不是如何进行探索。然而，那兰陀传承强调采取批判和分析性的方法，相关学者在心灵研究方面造诣深厚。当印度的济护大师在公元8世纪来到西藏时，他认识到藏人具有深邃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慈悲体现。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和与会的埃默里大学学生以及其他与会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并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在接见活动的最后，埃默里西藏科学计划的代表向达赖喇嘛尊者呈现了2本科学书籍。在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的组织下，来自印度境内各西藏学校的约50多名学生参加了由埃默里大学和达赖喇嘛信托基金联合于5月22号至25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图书与档案馆举办的探索沉思式实践影响为题的研讨会。本周三，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勤宫特别接见了印度国会议员、外交部前国务部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当天，沙希塔鲁尔还访问了藏人行政中央，并拜访了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和常务委员会成员，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5月29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学校出席了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9岁华诞而组织的藏戏竞赛活动。司政边巴次仁在活动上发表演讲时，承认并赞赏西藏儿童村学校举办藏戏比赛的目的和愿景，并进一步强调了保护西藏丰富而独特文化遗产，包括藏戏传统的重要性，强调这符合达赖喇嘛尊者的崇高愿景。来自该校各居士的学生表演了西藏传统8大名戏中的朗桑文波、苏吉尼玛、曲加诺桑和卓瓦桑姆，最终聂赤居士赢得今年的冠军。司政边巴次仁向获胜团队颁发奖杯，并向所有参赛者表达了祝贺。另外，流亡日本东京的藏人、日本信众和支持西藏人士于上周六藏历萨哈达瓦月15日，公历5月25号，在日本西藏之家举行了一场祈祷法会和西藏文化演讲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秘书长扎西央宗在活动上欢迎与会各方代表，并向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敬献哈达。他在发言时强调，萨哈达瓦是藏传佛教最神圣的月份，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他对所有与会者的出席和参与表示感谢。东京布达拉学院的代表宫丘色达在致辞时，简要介绍了佛陀的生平以及萨哈达瓦月的殊胜性。随后，与会者持诵了长达1小时的佛经和咒语。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悉尼联合教会于上周日5月26号在阿什菲尔德教堂举办了一场意义重大的祈祷会，纪念6·4天安门事件35周年和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5周年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联络官达沃桑姆应邀出席祈祷会。达沃桑姆在祈祷会上发言时，对无数为追求中国的民主而做出牺牲的英烈表达敬意，以及强调了藏人在中国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和日益严重的压迫和歧视，并谈到了达赖喇嘛尊者毕生致力于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关系等情况。在祈祷会结束后，澳洲与新西兰中共政权受害者联盟在阿什菲尔德教堂举办了一场座谈会，来自澳洲各地的中国民运人士、法轮功成员、香港团体、西藏的代表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